办？啊？看主要看钱。看袂上。其实已经化身在人间。伊伫咧甲伊叮咛，你就是一定爱对伊好走。对，你要对伊好走。什么叫做不入中医？伊在要生路，伊在不爱生理，伊在要生路。做人时啊，你若出门，你要注意看，这条路是叫做长须。中迄条线就是甲你讲，中迄条线拢一节嘛，伊无有伊，无迄落话讲规条头到尾连做位嘛，伊一节，一节是毋是叫做医？是毋是叫做医？哦，咱即个路嘛。可惜。对，所以现在要该开这路，伊等要该讲伊姓路名重要。你捌伫即条路，你看着左师无？啊？这是你在开玩笑。啊，无你会走袂晓行，你会在这边走一走，那这边就走一走啊，看到会发生什么事啊？啊，对。这边就是你就是这边挺好看，有事有事。哦，这个去，这个来，一定要分两边，因为因两条路无同。来去不同。因两条路是无同的，一个是去，一个是来。啊，是咱要搁去，还搁来。因为去你若无来，就变成苦海茫茫。是无？咱捌去玉山嘛？敢捌？啊，有看到迄只龙马？迄只龙马是老天爷做的，王老天爷。你有看到迄只龙马？迄只龙马是安怎活头？是安怎活头？龙马是安怎活头？因为后面那个安尼是个搞啊起啊嘛对，因为用两支镜头啊。做那些你受天上贵体八方来所讲的这个理论，完全拢显出的这个世界。伊拄要甲你启发，别用的刀法，我叫毋是像你想讲多遐济多遐听会当时。因为已经进入大普化，所以叫做成得二后修。啊，你成得二后修是毋捌的人嘛咧求咧得啊。所以这个普化要落到的，捌的人爱搁去学较捌，去传迄个毋捌的人，这叫做传承啊，传承。啊，传承的道理就是一代爱接过一代。你问像伊讲，唱声拢带伫骹面，咱厝内拢唱声呢。你捌咧外头，我咧厝内，共迄个三笑毛毛内面，迄拢带唱声呢。你有捌咧骹面唱到变变叫，啊内面拢离离无？会安尼无？哦。来到道场拢全神好，大德好，都可以到这样，甲你相相。等到厝你若无要甲你相相问你阁袂使受气呢？要问他逃过来，我要离开呢？对，那个是家哎。这是咱的厝呢。对。大家面做好，爱从这个好传出来。烦恼呢，因为伊甲咱老共款，迄叫做慧命。遐若无倒遮人会较好啊，对，遐若无倒遮会较好，哦，对有啊。所以那些
面伫咧行功了，愿必承受利禄，转去到厝，迄拢无一定会用一个啦。毋是讲听的来，我甲你讲道理，我咧听，歹势，结果3分钟以后，我就要去啊。你要受罪。那厝内众生嘛吼，你会当安尼默默甲伊转，这个就真正咧受命。咱会当生囝生孙，咱会当生着迄种心，甲咱行共款的。啊，若会甲咱行共款好，你请用昂用来做偌大的功德安尼，迄个。所以有怪人讲，众生是不来修行，不是众生啊。先不复习。